歡迎使用 The Apps。The Apps 係一套改變香港會計嘅智能方案，令財務管理變得簡單、快速又安全。我哋係專為教育機構同埋中小企打造，整合收支管理、報表分析與審計支援，一個平台全面掌握你嘅財務狀況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睇下 The Apps 可以點樣幫到你啦。透過我哋嘅智慧功能，你可以簡單建立公司檔案，然後按你嘅業務需要選擇我哋內置嘅會計科目表。所有發票、收據等編號亦可按照你嘅需求去自定。日常使用嘅時候，你可以簡單快速開立報價及發票等。報價亦都可以透過簡單步驟轉為發票或者收據，避免重複輸入，令到日常作業更加快捷。只要記錄入賬、客戶結餘及賬務狀態，即同步更新。日常採購與支出記錄同樣簡單直覺，建立採購單據時，可快速輸入供應商與項目內容，賬務即時更新。各類支出亦都能夠隨時記錄，確保每一筆費用都有清楚嘅來源與用途。所有應付項目會自動整理成供應商付款清單，令付款安排更有條理，資金狀況一目了然。我哋特別推薦你善用強大嘅分析功能，有別於傳統嘅會計科目，令你可以從多個角度追蹤收支。例如，你可以透過設定分析類別，輕鬆區分唔同專案嘅成效，追蹤個別分店嘅收支利潤，更可以匯出報告，為你解鎖深度嘅財務分析。我哋亦內置多款報表，所有賬務資料都會即時轉化為清楚嘅報表。透過每月損益、預算與實際比較，以及客戶應收賬齡分析等報表，令你即時了解營運表現同資金狀況，協助你更快做出決策。透過 The Apps 清晰嘅收支記錄、簡單快捷嘅步驟以及強大嘅分析報表功能，我哋將成為你業務成長嘅強大助力。歡迎你同我哋聯絡，以了解更多為你而設嘅會計功能。